请将手机仔关机，备办心来敬拜上帝。哈利路亚，称赞上主，恁着对天顶称赞上主。伫悬的所在，阿罗伊，伊的正使者，恁着称赞伊；伊的正天君啊，恁着阿罗伊；日甲月啊，恁着称赞伊；发光的天神啊，恁拢着阿罗伊；天顶的天甲天顶面的水啊，恁拢着阿罗伊。遮个拢着称赞上主的名。请咱做伙吟诗来学罗上帝，圣诗250首，圣诗250首，着学罗主上帝，请起立。
请坐。即是咱同心来祈祷，全能各慈悲的上帝，即是阮谦卑伫你的面前祈祷。天父上帝啊，你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主，你的伟大悬过天，你的奇妙深过海，世上的一切拢要显明你的荣耀。主啊，阮是偌尔啊不配，偌尔啊的软弱，伫上帝美好的恩典中。阮有时袂记得你，心内骄傲，看家己比上帝较大。主啊，求你赦免阮的罪，阮是偌尔啊不配得到主你的救赎。总是上帝你听阮，一摆搁一摆赦免阮的过失，永远袂去杀阮。求主搁一摆坚固阮对你的信，伫追求信仰的道路顶面，学习倚靠上帝。用你的眼光看代志，愿你保守阮有谦卑的心，有正直的灵，时常笑念上帝你对阮的疼，照着你话引带，互阮所行所做无偏离你的道路。主啊，阮将今日的礼拜交托互你，即是恳求主的圣神甲王伯贤传道伫地。互阮伫保贤传道的讲道中，搁较来认捌主。即时，阮要用你所教示阮的主祷文，安尼祈祷。阮伫天的父，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伫遮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日今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有赦免辜负阮的人，不你带阮入罪市。就救阮脱离迄个歹个，因国、欢迎、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门。即是来启应，启应文第57篇，启应文第57篇，也就是约翰福音第15篇。咱做伙来启应。我是种的葡萄树，我的爸是种葡萄的，连伫我阁无结果子的枝，伊就甲伊种起来，有结果子的枝，伊就甲伊修剪，互伊结较侪果子。我对恁讲的话已经互恁签去啦。恁着甲我结连，我就甲恁结连。枝无连伫葡萄树，家己袂结果子。恁若无甲我结连，嘛是安尼。我是葡萄树，恁是枝。甲我结连，我嘛甲伊结连的，会结真侪果子。无我，恁袂当做啥物？人若无甲我结连，会亲像打去的枝，互人撒出去外面。互人捡规堆撒落火烧。恁若甲我结连，我的话伫恁内面。恁无论爱啥物，求就互恁实现。恁若结真侪果子，真正做我的门徒。我的爸会因为安尼得到荣光。请咱同心来领受上帝的话。记载伫新约圣经歌罗西书第3章12节到17节。现着我来读。恁是上帝所拣选的子民，是伊所疼的，所以着用怜悯、慈悲、谦卑、温柔、甲耐心做相牵落去。恁中间若有纠纷，着互相宽容，彼此赦免，亲像主有赦免恁，恁嘛着安尼相赦免。遮个以外，着搁加读疼心，
因为听会互一切连结，完全和合。着互基督所赐的和平击破恁的心，为着互恁有即个和平，恁受敬调成做一体，恁阁着时常感谢，着互基督的话丰丰富富踮伫恁内面，着用逐款的智慧互相教示，彼此劝解，唱诗篇、圣诗、灵歌，对身体感谢阿罗上帝。恁无论做啥物，讲话也是做代志，拢着奉主耶稣的名来做，通过伊来感谢爸上帝。愿上帝祝福伊，搁去祝福听伊的话，搁去行的人。即时教会诗班要带咱来阿罗上帝，因所要吟的诗歌是《流目屎山谷》。愿一切水的歌声，诚做芳芳的祭到上帝的面前。今日要为咱正道的是王伯贤传道，伊所要分享的题目是“让它慢慢生长”，将时间交予传道。因为遮有一个真欢喜当来到兰营教会，和大家做伙来敬拜上帝。真欢喜看到咱礼拜堂，因为我正常拢是为网络顶观看吼，要为台北过来拢会用迄 Google Map， 看即间教会介成介水。结果今日早起，因为台北来的车会较早挂，所以我差不多8点钟我就到啊。我为火车头行过来，为这是民族路对无？民族路为迄边行过来的时阵，看到咱头前的大丛的树啊，佮看到遐尔水的礼拜堂，心底真欢喜。我伫台北主会教会是伫咧一个公寓的12楼，大楼12楼，迄哪有教会型啊？安尼亲像咱教会安尼真水的教会，真水的礼拜堂，互所有兄弟姊妹会当做伙来敬拜上帝。咱要亲近上帝的话，会大声先做伙来祈祷。主上帝，感谢你的恩典，互阮会当伫真水的早起，阮做伙来甲教会来亲近你的话语。求你的话语会当伫阮每一个人的中间，
帮助阮的性命会当得到改变。祈祷靠主的名，阿免。拄仔讲到我为火车头行路来到咱的教会，总是即马要暑假对无？早起我车是7点要8点到的，开始日头第一炎啊，开始伫咧热。顿正一开始礼拜开始之前，我伫门口含一个庄姐妹，我伫遐开讲的时阵，我穿着西装，穿着西米露，要挡袂牢，伤热啊！较紧外套搭脱下来。总是伫咧暑假的时阵，也是咱教会真侪事工要开展的时阵。暑假有啥物事工？我看到咱教会7月底到8月初会有暑期的儿童营，还是烹饪对无？我记毋对，烹饪足趣味的烹饪的儿童营。我对下礼拜的大升的时阵，嘛含咱的师会开讲的时阵，听伊讲到伊是为儿童营来到咱教会，所以教会儿童营真重要对无？是一个福音的真好的机会。嘛有一寡教会伫咧暑假，嘛是咱台湾人的过月的时阵会办啥平安7月暝活动，可能是音乐会，可能是礼拜，还是布道会。希望伫迄中间会当有搁较侪的台湾人的兄弟姊妹会当听到福音，然后会当邀请因来到教会内底来礼拜，来敬拜上帝。总是吼。我要讲一个实在话，虽然我是传道，我感觉带新朋友来教会，也是讲阮去一间新的教会，真正足麻烦的。你知影为虾米麻烦？有一届我有机会去到天主教的教会去参加伊的弥撒。咱敢有人去过天主教会去参加弥撒过？有吼。你头一届去的时阵，会感觉毋知影啥物时阵爱跪，啥物时阵爱徛起来。奇怪，大家安尼画是啥物时阵爱画？为啥物大家咧画的时阵，我毋知影即个时阵要画？一个新的人，还是一个新的朋友，到伫一个新的所在，真正对伊来讲真麻烦，真麻烦。好亲像我逐礼拜去无共款的教会讲道，每一间教会。礼拜停事对我来讲拢是新的。啥物时阵？我是礼拜的时阵就爱坐伫台顶，还是爱坐伫下骹？是爱坐伫即边，还是坐伫迄边？拢无共款的。伫奉献的时阵，我是传道嘛，我是负责讲道的人。奉献的时阵，奉献祈祷的时阵，我会当坐伫遮吗？我会当徛伫顶悬吗？还是爱徛伫下骹？咱教会牧师。奉献的时阵，徛下骹，徛顶悬，徛顶悬吼，徛顶悬。安尼等下我就免落去。我去每一间教会，我拢爱去适应一届。有新朋友来教会，对教会来讲嘛真麻烦。为虾米？有一间教会吼，有一个新的朋友，迄个新朋友真热心，落尾嘛真热心伫迄间教会聚会，也愿意服侍。所以教会内底的人拢。真欢喜对无？佮加一个新的朋友来做伙服侍，而且吼，这位慕道友，迄阵也未受洗，这位慕道友佮真热心，会当招待招好遐个比伊佮较换来的较新的新朋友。有一届就含迄个新朋友讲，我甲你讲哦，含上帝祈祷吼，爱讲了真，爱讲甲真清楚。你爱啥物？就爱含伊讲，好亲像吼，我含上帝祈祷的时阵哦，我就会讲，我需要啥物物件，上帝拢会回应我的祈祷。这是我正前吼听迄个美国牧师讲的，只要你敢求，上帝一定会回应你。只是就有一寡会友，我看有一寡会友哈，咱兄弟眉头一皱，觉得怪怪的，对无？这新朋友讲他怪怪，好亲像咱的上帝变成做有眼光，啥物拢会答应。所以就有一个会友挡袂牢啊，伊就走去和牧师讲，去咬耳朵讲因的烦恼。这个新朋友吼，
安尼嘛怪怪呢，毋知要安那。迄牧师就敢若笑笑，就先按捺一下。明典馆他脸上就露出一抹微笑，就讲：这件代志交互我，交互我。这故事先讲到这。咱今日看的经文讲到哥罗西教会，哥罗西教会的处境和咱台湾教会的处境小可有像。要安怎讲呢？哥罗西教会毋是一间毋是犹太人为主的教会，也就是讲，因是一个外邦基督徒真多的教会。好亲像保罗伫第1章第21节所讲的一句话：恁有一时甲上帝决断断绝关系，心思甲伊对着做歹代志。所以保罗看这间教会较早，足侪人拢毋是基督徒，和上帝是有距离的。伫今日的经文较头前一寡，第3章第5节到第7节，嘛讲到因还未正做基督徒正正所犯的罪，所以经文是安尼讲，所以就消灭恁遐个俗世的欲望，就是淫乱、污秽、邪情、邪欲以及贪婪。贪婪就是拜偶像。遮个伊所讲到遮个做的歹代志，拢是因较早也毋捌认捌上帝正正，还是讲外邦人因伫做的代志。好亲像咱台湾的基督徒，咱台湾基督徒，咱在座的兄弟，有人是第2代基督徒的无？第2代，恁爸爸妈妈就是基督徒，拢无吗？第3代，阿公阿嬷就是基督徒的，第4代。你阿祖就基督徒，有第5代太祖，我赢，我太祖就基督徒，总是吼，我太祖是基督徒，当时我的太祖的爸爸要安怎讲？太祖祖，毋知我太祖因爸爸较早，伊叫曾阿养，伊就是改信的啊。伊较早嘛是拜拜的啊，所以咱含哥罗西教会有像无？咱就算讲我是5代、6代基督徒，我较早我的先祖嘛是伫拜拜的啊。咱的文化嘛是台湾人、华人的文化，所以咱含因实在是介像。甚至哥罗西教会佫毋是保罗所建立的教会，是伊较早。有人将好消息带去哥罗西教会，所以保罗和这间教会嘛无相熟。总是这间教会成立了后，因为家己的教会就好亲像我拄则讲到迄个故事，迄个新朋友，伊对信仰也毋是介理解，所以哥罗西教会也是一个当地建立因的信仰的教会。所以，因嘛会拄到一寡和福音无共款的思想的挑战，伫哥罗西伫哥罗西书内底，无写着讲伊是面对什么挑战，总是一寡学者因去讨论，发现讲伊保罗伫咧讲的，伫咧和人还价的时阵，伫和哥罗西教会人伫教示的时阵，所表达出来的一寡观念，和什么观念是咧打架的，就知影讲因教会听到的消息是啥嘛。所以因教会听到的消息，可能是较早的时阵有一种叫做诺斯底主义，迄是在讲啥？迄是咧讲吼，诺斯底主义者因讲因爱有知识，迄个知识是上重要的。重视知识，认为知识是最重要的。所以因讲，若是有更较好的知识，更较好的人脉，安尼就会当有真正的快乐，真正的喜乐。这种讲法真吸引人对无？啥物人无想要真正的喜乐？大家来教会嘛是想要有真正的喜乐啊！总是咱即摆拢知影，基督是咱喜乐的源头。总是伫2000年前的教会敢知影？迄阵也无
也无遐了解耶稣所传的福音。所以迄当时的哥罗西教会一寡人就感觉讲安尼是毋是要有知识，要有人脉，对这世界人脉，安尼就会有真正的快乐。所以迄间教会内底就有人开始还价啊！我到底是爱有知识，还是爱有对基督、对耶稣真正的人脉？所以开始还价，咱的保罗先生伊就写批来下面讲啥？第1章第9节后壁到第10节，就写着讲，求上帝互恁会对圣神得到逐款的智慧甲理解，充分明白伊的旨意，言行举止照主所爱，凡事互伊欢喜，佮互恁做逐项的好事，结好果子，对上帝的人脉嘛哪加添。所以保罗写这本册是要创啥？是要互这间教会会讲更较了解上帝的旨意，更较认捌耶稣基督。所以今日保罗的经文真清楚称呼这阵毋是犹太人的基督徒讲，上帝所拣选的子民是伊所听的。这种拣选就表明这阵外邦人因的处境。因本地毋是犹太人呢，因本地毋是犹太教中间所讲得到拯救的人，总是恁遮的人互上帝拣选，你是互上帝敬着的，比互电脑敬的更较好。恁毋免去找，毋免去麻烦，上帝就来甲恁拣选。拣选起来安那，恁所以就用怜悯、慈爱、谦卑、温柔，甲耐心做衫穿落去。你袂感觉穿这个字、这个动作很有画面感吗？脱去本来的外衫，咱回到厝，将上班的衫脱起来，穿去咱的日常的家居服，就会感觉真爽快。回到家了。哥罗西教会兄弟姊妹，因将本来无认捌上帝迄个救我脱掉，穿去穿上帝怜悯，上帝会听，互因的新的一束衫，用因新的面貌来面对这个世界。咱可能毋免想讲，拄则讲到遐济，啥物是怜悯，啥物是慈爱，啥物是谦卑，啥物是温柔。讲遮个物件，甲含圣神的价值敢有关系？咱可能要先想遐济。等到咱先来看，伊所讲到遮个怜悯、慈爱、谦卑、温柔，减是咱遮个不配得到的人，伫上帝恩典中间，去互上帝赐予咱真正宝贵的礼物嘛？敢是安尼吗？咱根本无应该当得到遐好的物件，咱本地咱的本性是遐尼歹、遐尼啊歹，总是上帝将遮的恩赐去互咱每一人会当得到。所以当咱看到别人的时阵，咱敢毋免看别人比家己较高吗？咱敢毋免看到别人的时阵，看到别人的身躯顶嘛是有怜悯、慈悲、温柔甲耐心吗？咱可能伫教会中间，咱嘛定定有失错；咱伫教会中间嘛有困难，甚至吼，你即摆看你身躯边兄弟姊妹吼，看到伊就神，可能嘛有吧，可能嘛有。而且咱教会煞来有建堂的仪式，对无？建堂足恐怖，恁知影无？建堂就要还价，恁知影无？建堂就会相答，建堂嘛定定会互牧师离开，恁知影无？咱本地是无温柔、慈爱、谦卑、温柔的即种衫，是伫上帝的内面，咱会当穿即种衫，咱会当展现出即种生命的品质。爱北啊！
即个极大的稳定。咱嘛伫教会即个信仰的群体的中间来学习即种彼此相听的功课。保罗伫遮讲到遮，伊是讲到一个群体生活的准则。伫13节讲，恁中间若有纷争，就互相宽容，彼此赦免，亲像主有赦免恁，恁嘛着安尼互相赦免。这敢毋是就是咱伫信仰群体中间的功课吗？保罗讲到，咱知影有知识，有对上帝认捌，毋是上重要的，搁爱行出来，伫手内底做，伫骹中间来实践。看起来，咱基督宗教是真正是一个接地气的宗教的信仰。保罗讲到咱的本质，讲到咱伫纷争的时阵爱彼此宽容的事，这个拢是一寡信仰实践的做法。总是保罗伫14节讲到，这以外，着搁加添疼心，因为疼维护一切连结，完全合。疼亲像一条绳啊，将这所有的水的每一个人的品质，甲每一个人彼此款待的方法，会当绑做伙、牵做伙，成做一个完整教会生活的愿望。咱一定会想到哥林多前书所讲的，疼是一切行事的根基。咱每一个基督徒伫生活中间，彼此互相结连，就是伫学习一款的功课。第16节讲到，着互基督所赐的和平支配恁的心，为着要互恁有这个和平，领受敬调，成做一体，恁阁时常感谢。无论拄着什么的困难、纷争、冲突、思想顶悬、想法会无共款，要决定的代志的想法无共，或者是基督徒彼此之间有啥物困难，拢爱将基督的平安，成做咱做决定的原则。伫即种感恩的生活中，继续生活落去。除了这以外，第16节讲，着互基督的话丰丰富富藏伫恁内面，着用逐款的智慧互相教示，彼此灌溉，唱诗篇、圣诗、灵歌，对身体感谢学了上帝。今日的基督徒，咱无法度了解较早的人，迄阵写圣经的时阵所讲的诗篇，还是讲圣诗、灵歌，敢有啥物无共款分别？即马咱无法度理解啊。总是上稳当的解说，应该是讲，咱着欢喜唱歌，咱着欢喜唱歌，将这个快乐，将这个对上帝、对耶稣的认捌，当作歌来唱，好亲像咱教会，咱的圣歌队用真水的诗歌引传做伙敬拜上帝。伫礼拜中间，咱唱歌来学到上帝。咱的诗歌中间嘛包括真济咱对上帝的认捌，敢毋是吗？咱咧唱的诗歌，每一句歌词拢讲到圣经内底道理。咱可能嘛会唱一寡诗歌，咱不时伫生活中间会吟一寡诗歌，迄就是诗歌，真做咱的帮赞。咱伫教会中间咧唱的时阵，咱伫团契的时阵咧唱的时阵，就是即种的意义，而且会当彼此劝诫，互相教示。基督的话，真做诗歌，
真做一句一句的圣经，会当互咱伫生活的中间有责任彼此来提醒。而且圣经内底所讲，互相教示、彼此灌溉，是讲恁一定爱安尼做，一定爱安尼做。所以咱伫教会的生活中间，咱嘛是安尼在行，敢毋是？咱有少期的辅导，咱有每一个团契会长，咱有团契辅导，咱有长老，咱有牧师，咱就是安尼在做。咱嘛是身边咱的兄弟姊妹彼此会提醒的人，敢毋是？毋知大家有注意无？拄则我伫讲道的时阵，我拢一直咧讲咱是啥？咱是每一个人，毋是我一个人，是所有的人，每一个人是一个复数。伫今仔这段经文的中间嘛是安尼，一直讲到我们，讲到我们，不管你是啥物人，做伙来面对这种信仰的挑战，就亲像哥罗西教会因面对这种的挑战。咱无搁分讲，咱是啥物阶级？你是老师，你是生理人，你是食头路的。伫第10节，好亲像今日经文第10节，将新的人称落去。这个新的人是创造主照家己的形象，继续得甲伊更新。咱每一个人，无分你是啥物身份，你食啥物头路，你是高中毕业、国校毕业、读到博士，拢共款，拢是新的人。伫这生活的中间，上帝互咱结连是较赢一切的道理的。咱可能伫教会较久的兄弟姊妹，可能是道理正，少够听讲道，可能圣经的教导记伫了足侪，总是这个知识袂当互咱的性命得到改变。遵守这个律例，嘛袂当互咱经历真正欢喜满足的生活。颠倒是咱每一个兄弟姊妹做伙结连基督，伫基督内底的这个群体的每一个人，拢认捌上帝。不管是你的家庭，是你的教会生活，你的团契，安尼才会当所有的人做伙成长，伫听的中间，慢慢成长，慢慢成长。我当讲道的时阵，一开始讲到迄个牧师对无？迄个教会，迄个牧师听到迄个兄弟来含伊讲，迄个人讲，迄个新朋友讲的代志，改成怪怪。迄个牧师就笑笑咧，然后行迄个真热心的新朋友行过去，所以边仔的人拢会安那吃瓜群众，开始咧看咱耀兴牧师要含伊讲啥，边仔咧看呢。结果迄个牧师去含迄个新朋友讲诶，讲甲真欢喜，两个人伫遐咧笑。要离开的时阵，牧师阁甲迄个新朋友打吼，赞安尼。结果家己就开始八卦，台湾人吼就爱八卦的。嘿，牧师，恁是咧讲啥？恁阁讲啥？结果牧师应讲啥？牧师应讲啊无啊，牧师就离开到伫个办公室，所以。本地迄孩子就下巴掉到地板上，到底对象有发生什么代志？伊就唔知影发生什么代志。落尾过时间安尼一直在过，大家就无搁注意讲发生什么代志。迄天斗家牧师去和迄个新朋友讲啥？为什么？因为教会来一个真老好杀的人讲无好，
安尼新朋友拢毋免排场落去照顾啊，迄个新朋友拢会去甲搁较新的朋友来照顾，所以无感觉啥物无好。直到1年后的圣诞节，有人搁注意到即个已经无啥新的新朋友，伊也是真热情，伫咧招呼遐要来圣诞晚会的新朋友。即个朋友，即个故事的主角，咧含迄天头一届来的新朋友讲：“你放心，我知影你拄着真侪痛苦，咱会当祈祷，上帝会听，伊会用伊的方法来回应你的祈祷。啊，你免着急，免着急，伊会为着你来陪伴。若是你愿意，你嘛会使向我讲。”我会当安怎甲你斗相共？教会嘛会当甲你斗相共。伫边仔有一个兄弟，伊听到即位朋友所讲的话，伊感觉家己真见笑。我做遐久的基督徒，却颠倒毋捌像即位新朋已经旧朋友啊，旧朋友遐尼温柔。伫含人分享信仰，遐温柔，伫含一个头一届来到教会的人，会当互伊感觉到真安全，会当互伊感觉到真安慰。所以，伊想起较早因有怂恿牧师去甲即今日故事的主角去甲骂，去甲吵。伊想到即件代志，伊就真歹势。伊就走去牧师的办公室，去问因讲：牧师啊，迄当时你去含迄个新朋友讲啥？牧师佫一摆笑起来，若像圣诞老人哦，呵呵呵呵安尼笑，讲无啊，我着邀请伊来查经班，也邀请伊做伙来含我摒扫礼拜堂。嘛邀请伊和我做伙去和青少年打篮球、打传说对决、食串冰。哈，就安尼？嘿啊，对啊，就安尼尔定。呵呵呵呵呵，无输个笑。迄位兄弟就开始思考，到底发生什么代志？保罗今日经文就是安尼，伫甲咱勉励。咱应该连结伫基督，持守伫咱的信仰。无论有啥物款的价值观会挑战咱的教会，咱这基督徒拢是伫对上帝认捌中间，豆豆爱认捌上帝，了解上帝的旨意。因为安尼，才会当穿起新人的衫。穿起新衫，因为疼会当对别人有无私的关怀。好亲像等者咱唱圣诗会唱到的。我是为讲万国言语，我是为得到先知的才能，我摕所有来救济人，献身躯互火烧，若无仁爱，就拢空空。透过对上帝的认捌，会当有真正的疼，会当和身边的兄弟姊妹建立关系，会当有对上帝有更较好的认捌，毋是透过知识，是透过咱全人会彼此相听，全人伫教会、伫家庭，用基督的方法来生活。今仔的经文。就是安尼在和咱讲，咱即阵叫上帝福音会开来更新的人的性命，咱的方向就是上帝的听，互基督的话丰丰富富藏伫恁内面，用逐款的智慧互相教示，彼此灌溉，咱就会当在爱中慢慢成长。咱做伙来祈祷。主上帝，就将你的话
会当丰丰富富会存伫阮的心里。阮会当用诗篇、用学老的诗、用灵歌，会当彼此教导，互相劝解。用你的听，互阮会当联系彼此。用阮的所思、所行、所想、所做，会当建立教会，建立信仰，互阮每一个人会当用阮真实的面貌活出基督徒的款式，会当成做这个世界的祝福。求你帮助阮，伫彼此相听，伫教会的听的中间，伫你的听的中间，会当慢慢来成长。祈祷靠主的名，阿免。真欢喜今日会当有机会，歹势，真欢喜会当有机会，会当代表北区大专，会当来到遮，两位兄弟来请安。咱的周报中间会看到咱的刊物，咱有看到这个封面无？这个封面有一寡乌索索的物件，看起来是乌索索，总是这个封面的一堆公仔，是阮的一个团契的兄弟姊妹因做伙用粘土揉出来的。我们揉的题目是什么？是你的样子。你生做啥款？有人捏了一个哪像恐龙的有无？嘛有一个哪像熊，嘛有一个哪亲像孙仔。因为那个弟兄那个大学生，他叫做瑞寻迄荀子的荀有无？荀子的荀，大家雄雄看到那笋对吧？所以大家拢叫伊笋哥安尼，所以就捏一个笋字。每一个人拢生做无共款，总是伫团契中间学习和无共款的人做伙来生活，做伙来成长。好亲像今日的经文，伫咱即摆社会环境中间有无共款的思想，有无共款的想法。大学生是因对一个青少年会成做大人的当大人的4当，还是当大人的7当，还是有人读较久10当。因伫咧大学中间，就是一个培养因为一个遐无遐了解信仰，爱进入了解信仰、追求信仰的一个真重要的一个时间。所以北区大专就咧做一款的事工。阮帮站所来到北区的大学来读册的大学生，因本地虽然生做无共款，总是因会当穿一领新衫，叫做基督徒，叫做认捌上帝的人。阮拄则嘛伫礼拜大圣和几位兄弟开讲的时阵，听到咱遮有真济长青闭气，还是讲长青闭气的爸爸妈妈，真欢喜，因有机会会当到伫个长青团契，就是大专中心所服侍的团契，因伫遐得到造就。我嘛听到阮有闭气，即马转来咱教会做团契的辅导，这是阮所希望的代志。希望因读大学的时阵，到伫长青团契，才是装备。毕业了后，转去母会，还是到伫因所住会的教会，会当成做教会的帮站。希望各位兄弟会当继续支持大专中心的事工。我足无爱来奉献主日，因为奉献主日拢叫人爱摕钱对无？我足无爱，我较爱一件代志，就是邀请大家一年52礼拜，今日这个礼拜的暗时，你要困前会祈祷的时阵，替大专中心来祈祷。后壁有一个阮的聚会地点一览表和阮的团契吼，遮可能有你的母校，你的母校伫顶悬，为着你的母校的团契来祈祷，为着遐学生的信仰来祈祷，
为着迄间团契的辅导伊的护萨来祈祷。今日50日礼拜的其中一礼拜的礼拜暗，邀请所有兄弟替大专中心的团契来祈祷，这是上重要的代志。当然奉献嘛真重要啦，邀请大家为着我的需要大祷奉献，感谢大家。528首，圣诗528首，我虽会讲万国语言，请起立。徛伫同心用师道圣经来告白咱的信仰，请。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十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彼拉多人来受苦，变是着死，埋葬为父。第三日对死人中国活上天，打坐伫全能的父上帝大名，伊要对遐个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圣个公堂的教会，圣道的相通，做赦免，肉体个活，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即是咱同心来奉献，请方美珍执事甲曾子祥执事来书献。
请起立。咱做伙来祈祷，全能搁永远伫地天父上帝，愿用较无的心、感谢的心，进入你的圣所来敬拜阿罗你。感谢你创造阮，保护养饲阮，搁将逐项的福气授赐予阮。无论阮伫啥物环境，你拢甲阮伫地。感谢主耶稣无限的疼。白白的救恩授赐予阮，圣神引带阮、帮助阮，搁哪来哪听主，哪来哪认捌主。感谢主将你的话语，搁一摆授赐予阮，成做阮生命的美娘，甲帮站，来永壮阮属灵的生命。这是阮奉献。时间、金钱、财力，诚做教会的使用，愿主欢喜甲感恩。安尼祈祷是奉主耶稣的名祈祷，阿门。请坐。这是咱同心来读本周的经句，记载伫哥罗西书第3章第16节，请咱做伙来读。着互基督的话丰丰富富点伫恁内面，着用大款的智慧互相教示，彼此劝诫，手是天圣诗灵歌，对身体感谢阿罗上帝。哥罗西书3章16节。这是咱迎新报告，毋知影今日有新朋友伫咱中间吗？好，咱来看报告事项。第一项，本主日是北区大专曙光纪念主日，感谢王宝贤传道代表来咱教会请安报告加证道。这是嘛代表咱教会宝贤传道说多谢，咱拍抱啊，谢谢传道。今日礼拜了后要召开主日学教员会，请老师参加。第二点，后礼拜六下晡5点半召开小会，后主日礼拜后召开中职会，请中职参加。第三点，7月31日到8月5日下晡2点到5点，伫咱教会有举办暑期烹饪品格塑造营。目前已经有43个人参加，已经报名吼。我们这次活动的上限是50个人，因为教会场地的关系，所以要请各位家长，恁厝内底若有囡仔要报名的，请爱赶紧吼。因为首先爱先预备食材，所以当天没有活动，当天不开放报名吼，这点爱请大家体谅一下。好，第4点。请会友做伙为今年度的洗手爱无限的时间奉献一号是500块。第5点，欢迎兄弟加入南阳教会兄弟姊妹的赖群组。第3，具体消息，请咱兄弟家己过目。下礼拜的事项名单、顶周聚会概况甲会计报告，请咱家己过目。若有错误的所在，请在务当中反映。以上报告，牧师。兄弟平安。咱真感谢北区大专王宝贤传道来到伫咱中间来分享上帝的信息。大专的时间非常的重要。我相信有的教会会感觉讲大
大专因所做的，那亲像甲伊的教会，那像本身那就无啥关系。其实咱爱知影，咱真侪主题出去到外面的时阵，拢是大专中心的遮个传道者因咧关心吼。亲像我家己本身，我的查某囝去到高雄读册，不管是去到台北儿子去到台南，拢是大专中心的遮个工作者咧甲因关心，互因不管是伫咧迄个所在服侍，是伫咧迄个转来，拢伫咧迄个中间，因拢有做真好的关心。所以大专事工的即个工作非常的重要吼。有的教会感觉讲我关心遮个人，伊以后可能大学毕业了，伊就转去啊。若是用安尼想法的时阵，安尼是有较肤浅吼。咱的信仰内面，咱爱知影，咱的信仰是爱去关心着遮个出外。所以今仔日共款亲像讲，医大的学生来到伫咱的中间来遮读册。咱嘛着共款用着迄款的关怀心志去关心遮个学生，互因伫咧遮个所在得到温暖。因伫遮受到培养，你哪会知影讲以后伊有可能怎啊留伫咧咱宜兰的地区？所以咱共同来关心遮个大专的青年，培养因，互因伫咧教会有真好的事工的迄个服侍相信以后，不管伊是留伫咱遮，是转去到伫伊家己的中大的所在，伫遐继续伫遐来安尼，咱讲将即个信仰伫迄个所在来实践出去，就甲今仔日咱所领受的共款。咱毋是干那讲伫遮安尼干那是干那领受安尼那尔，有可能倒一工伊会伫迄个中间来开枝散叶。透过着咱伫咧教会内面对伊的培养，伊有可能伫咧每一个所在拢会做真好的工。所以咱爱有迄款安尼的心志，就是讲来到伫咱宜兰地区，伫咱南洋教会互因遮个青年伫咱的教会受到培养，咱有安尼迄款的自信，讲咱南洋教会出品的，就是讲人来到伫咱的中间，伫咱遮受到培养了，伊搁转去。拢是好的，会通伫咧教会内面做真好的奉事。安尼的时阵，我想咱安尼对上帝，咱嘛有交代。更何况是遮个青少年，因来到伫咱中间，经过咱安尼的关心，互因会通伫咧以后未来，即个信仰会通诚做安尼陪伴伊成长的一个真要紧的一个信仰的安尼调教。所以求主帮助咱，嘛，互咱会通安尼，搁继续来努力来关心特别嘛关心咱即个大专事工因的即个欠缺较需要，互因安尼伫咧即个事工顶面会通做搁较好的工，来关心着搁较侪遮个青年。那头拄已经有讲起着即个注意到的部分吼，剩无几个人额吼。若是咱家己的儿女还未报名，赶紧报名。是讲咱感觉讲要让互遮个无信主的人来到伫咱的中间，安尼咱嘛是毋是讲从无来咱爱伫咧迄个营会时阵，继续嘛共款同齐来关心遮个儿童，因来到伫咱的中间，互因伫即个所在会通。透过即个营会，透过主席，透过即个安尼信仰的培养，互因会通安尼搁一摆安尼伫迄个中间，自细汉就来安尼领受上帝即个施恩赐福满满。咱继续来关心即个四所爱无限的事工，互即个事工会通做较好势。今仔日下晡3点，伫咧即个苏澳的即个海事水产职业学校南方澳教会的迄个周克修牧师要就任咱嘛伫遐来甲因同欢喜。以上补充报告。这是咱同心来祈祷，亲爱的主，只是求你
听阮的祈祷。阮为着阮的国家来祈祷。台湾的社会依然纷纷扰扰，阮特别为着最近出现侪侪性骚扰的事件来祈祷。照着圣经的话，你教示阮爱行伫正直的道路。恳求主，互阮伫面对侪侪代志有正确、健康的观念，和伊的行为。因为伫骚扰事件中受到伤害的人，嘛求主亲自爱医治、安慰。教会司机有侪侪营队事工，求主特别保守青少年团体退休营队，甲主日学烹饪营队，照着圣性的引带，互因得到真好的造就甲感动，互营队会当顺利完成。阮也为着设教70周年的建堂来祈祷，特别是为着建堂的委员会甲建筑师遴选的办法来祈祷。互教会有圣性的光的引带，会友之间有合一的意向，相信上帝为咱用教会备办上适合的建筑师，来起造一间合上帝欢喜的圣殿，来荣耀你的名。也求主保守教会所有的团体、小组，以及要推动的各项事工。求主的圣神充满伫教会每一个同工，甲每一个兄弟身上。互阮有合一的心，透过事工的推动来传福音，互搁较侪人来认捌主。阮也为着身体欠安的兄弟来祈祷，特别是为着吴明达长老、路人杰执事、戴长老夫妇、黄珠姐妹、林家珍姐妹、杨志强弟兄来祈祷，求主亲自来医治、保守甲看顾因的身体。也求主保守教会所有的兄弟姊妹有主内的平安甲喜乐。愿安尼恳求祈祷，拢是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请咱做伙来吟诗402首，402首，恳求主你引带我脚步。吟诗煞请林牧师来教导，请起立。恳求主领带我脚步，若无我毋敢家己来行。恳求你甲我大脚步，假使我言行欠比是正，赞我搭你遵守你改变，互我对黑暗中做工程，对找引带是迷人，这是我人生必称梦。恳求主，恳求主领带我脚步，若无我毋敢家己来行。恳求主甲我大脚步，假使我言行欠比是正，赞我搭你遵守你改变，互我伫黑暗中做工程，对找引带是迷人，这是我人生必称梦。是阮的主，我满心感谢你，透过阮今仔日对主你所领受的，主阮爱欢喜结连伫主你，互阮会通定阮主你，领受对主你来听，对主你来会听，互阮会通一步一步哪来哪得到更新，互阮的生命哪来哪亲像主你，互阮真正会通伫阮的生命中真正听到主你的福音，搁阮行出来，互阮会通用安尼对主你领受你对你来迄个国活的活命。但愿平安的上帝家己，互恁一尽正胜。各愿恁的神甲魂以及身躯，伫咱的主耶稣基督过来时，拢得到保全无通嫌。吊恁的是信息以后要正义。但愿主耶稣基督恩典、天父上帝的疼痛，
圣神的相通，甲恁众人三个伫地，对即时伫到世间的落尾，阿免。阿门，阿门，阿门。请坐，灭道必灰。